如果你想成功，看任何问题积极乐观的看。我没有任何理由走到今天，唯一的理由，我比我同龄代的人更加乐观，更加懂得左手温暖右手，相信明天还会更好。机会是闯出来的，你首先要敢闯敢试，失败5次10次甚至更多次也不怕，接着再弄，接着再干。如果没有这种坚持精神、锲而不舍精神，这个人太圆滑了，或者说太容易放弃了，是不可能成功的。人生不是100米赛跑，如果人生是100米赛跑，那么你早走1秒，你可能就早走到终点。人生就是跌宕起伏的过程，但在跌宕起伏中间，不要忘了，你每一次走向低谷，你所要做的就是爬上下一座更高的山峰。如果你真心想成功，不用恐惧，不用迷茫，你只需要每一天能够保持你一直向前，一直向上，永不停止，那麼你的夢想終究能夠實現。做人最緊要一樣嘢，爭氣。你爭氣咧，你一定會成功嘅；唔爭氣咧，一定